很难去想象灾难中存活的人的想法，我们也很难去想象在灾难中我们是否有投入过做志工的看法。好，时间这个片子比较长，6分钟啊，看一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影片就在这边，我们反正这1个月的时间有就慢慢看，好吧，慢慢看啊。这个从第1个影片到今天就告诉大家，我们没有走过苦难，不晓得生命的脆弱，也很难去想象。我们的健康是因为我们的福报，你的平安是因为诸佛菩萨的庇佑。只不过我们很少去理解这些话。我们的健康，诸佛菩萨庇佑呢，当然再加上你自己的什么照顾。但关键是，当我们存在的环境中，我们没有灾难的时候，是多么样的福报在我们的周遭？大家说对不对？你如果碰到灾难，你怎么办？当你碰到灾难中，如果你真的修为够了，回去就叫做什么了又为天人。当你修为够了，功德够了，了又为天。当你还不够的时候，你回去怎么办？虽然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平安的环境，老天道对我们每一个现在平安的人，老天慈悲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不要糟蹋老天有的善因缘。你要让借用机会开大，你要让借用机会看到，你要让给自己更多行功良的机会，要不要？你要借这个词。来去累积自己的功德，你到底会有多少功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才刚才问你，一个礼拜拜几场啊？我前面就问大家，一个礼拜几堂课？有没有问你们这些话？我曾经问你们一个礼拜你们办多少次？有没有？所以这里面算一算，捏加减一减，就晓得自己的功德银行里面存多少。你功德银行里面到底存多少？功德银行。你存多少？最后学时常讲功德里面只用加一来减一，这是在尼泊尔也是讲加一减一。尼泊尔那些道生啊，听得懂没？感动不语。我就说，当你能够加一，当你能够做道场任何事，都叫做什么？加一。当你没有走进道场的时候，却不断的犯一点过错，叫做什么？减一。你看我们有多少普罗大众的道经，加一减一，加一减一。加1减1变成多少啊？0。你看我们这一辈子最标准的修行者有多少人是这个类型？刚好练一次，加1减1加1减1加1减1，答案是多少？答案是多少？多少的道心来做功？多少的道心来做功？再说一次哦。加强力在哦，加1减1加1减1加1减1，答案是多少啊？你看多少人来做功啊？你有来做功吗？你有吗？那算你是好的啦。我第2个答案就出来，再跟我练一次哦，加1减1减1加1。减1减1，答案是多少？啊？你负2嘛这种人多不多？这种人多不多？平安的人并不多，灵的人并不多。所以在人之间，你们在做人都知道多少一句话：当人做好就好，求什么道？我求过道，人做好就好，修什么道？办什么道？有没有这句话？人好就好，但是你们怎么回答？你们该跑倒了吗？你怎么回答？以上所说纯属本台报告。后学回答一句话很简单：人做的再好，还是6道轮回。人道是不是还在6道？有没有在6道？有吗？宝哥，你应该有活学基础。人在6道对吧？人做的再好，在哪一道？6道，哪一道？这都是人道。但是人道里面你要做到一件
0你都没有负债哦，真的这么好？开玩笑。所以说，我人这么就好，你要不要这么回答？人再好还在6道。那你为什么要修换道？我们在更上一边叫做圣贤道，走入圣贤之道。所以你圣贤之道就不是加一减一哦，圣贤之道永远希望是加一，偶尔减一，偶尔。人非类你说你也天天加一，或许实在的佩服你了哈。我们再讲一句口诀了哈，加一减一，偶尔会减一嘛。所以我们在训文里面不是有人生3步骤吗？是吧？多存款，少提款，不贷款，有没有这句话？所以修行者要记得多存少提不贷。修行者的功德银行，修行者的功德银行有3句口诀，叫做多存，跟我念，多存，少提，不贷。加一叫多存，减一叫做提，负债叫做贷，有没有听清楚？你看有多少道具，进到佛堂叫加一，回到家就减一，你信不信？回到家就减一哦，上自己家佛堂就减一哦。在佛堂里面，大家乖乖听着，走出去会讲哪一句话？哇，好累！在这个像我看到而言，有什么嘛累死的？减一哦！你白做1天就减，你们做30天是加30天的积累，加一。晚上睡觉不要讲气错话哦。好累啊！天天白做。白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好哦，我今天好棒哦，叫我们开创传道的时候好棒哦，就是不想讲这句话，要讲表面话。好棒哦，真的好棒哦！你如果后面好累哦，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减一。都没有出去玩呢，怎么都关在里面呢？减一。你加一后面减一，你这1个月才做的，你知道吗？说你要谢谢我，我提醒你，不然你真的很多人会白做工我。但是你看我们有多少道具是不是真的出去加一做减一，有没有？所以为什么我们道长希望亲口者越多越好？你看有多少的人加一回去做减一嘛？所以你人再好都在6道嘛，不要骗人啊！没有机会讲这个题目。他人再好都6道，然后为什么要说到？记得你要讲一个嘛，圣贤之道，所以要会讲加一。你真的好在哪里？加一又减一呢，永远等于0。那我做给你看，加一减一，加一减一，加一减一等于0。你一不小心加一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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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偶尔加一，永远是负债。我们这个方法不要脸，加一，偶尔减个1，是吧？偶尔啊，你们不可能那么好啊，不可能啊，偶尔减一下，还有没有变成好？有没有好啊？好，所以我们要修圣贤之道。所以我们没有在苦难中，我们更要给己写善意。我们没有在灾难中，我们要感谢上天慈悲，给我们这一份还可以努力的机会。大家说好不好？来看第1个愿景啊，我老师说救自己吧，来，请大家救自己吧来看看愿景啊，第6啊，第6，我们来看第6，好不好？第6徒儿们大家好嘛，今天大伙来一起。有法金带来吗？有真神法带来吗？你的心有没有有没有什么？上天时间的预算来，上天给你机会，而你可不可以给自己一个什么机会？什么机会？这个才是机会，就什么自己机会，就你全家的什么机会？只要听到这边就好了啊，先等一下。过去时常说，你的修道在救你全家。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见得在修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儿女不见得像我们这么诚心。你一个人负责3代的什么？3代的无畏。你一个人在负责3代的无畏。你一个人的发心在减掉3代的业障。一个人，今天我们这一个人。所以老师才说，给自己一个救自己的机会，救我们什么全家人的机会，再往下走，好不好？
再往下走啊，再往下。读了呢，好好修，过后这句话有人都说，但是读了你可知道过后要怎样？考什么？考自己已经相当的心态，考什么？考你最容易做到的事，考什么？考你的一片真心，什么自己看得到，都是最容易做到的，那都是你的什么心愿，你的实际，你的真愿，你的愿力。这些当然要考什么可以能够变出你的什么真心。然后就讲一下什么叫做考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考你们的人并不多了，考你们的人并不多，你们自己考自己比较多，信不信？你们怎么考？加上一个火字来考而已，你们自己考，有没有自己考啊？人与人之间我们考来考去有没有？哎呦，考，这个就是考。你看啊，我们不要做考哦，我们不要做考哦，我们不要做考哦。你越忍耐，你不受考，你知道吗？考，你就会哭了，哭的时候那个考。我有些话用台湾语来讲哦，知道吗？国语不一样哦。你一直认为人家考你忍耐，等到最后你会哭哦，你会哭哦，考，越哭越考，考你自己的就越考，有没有考？到最后你连最后靠山都没有，你自己考好了自己，连佛堂靠山都不在了。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一点点小事以为都是老天考你，哪有考你？是你自己考自己的，考到最后这是个倒了哦，你信不信？考到最后你真的是会倒了，那不是骗人的，真的会倒了。所以我们跟老师才讲，到默默的一切都要做什么？要考。但是老天这个考是在考你的心，但是我们却在自己的心中考验自己，用火来考。真的，我们用火来考何必吧？为什么用火来考自己呢？有没有道理啊？没有道理。所以我们才讲到，不要为一点小事耽误众生的前途，不要为自己小事也延误你自己达到的心愿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好，再往下，然后再往下。因此，正考学的时间，当时我们这一路走来几十年，白走的白修的，白走白修，下一个业力。你要是发现越定才会越大，才会什么？更大，才可以改变你家人，改变你旁边的人事物。所以说要好好认真实修，今生前后落白修，懂不懂？要不要白修啊？不给白修到下手好不好？因为训文比较多，也再往下第二个训文。来，这自己的各位所有的大家今天，第二个，再往下第七个了啊，第七个了。好了，第七个，人家像你跟你要帮后学练出来了哈。10年的要修一个什么？修，再往下来啊。配合10年的徒儿的经验，配不配合尊师重道？10年的徒儿的阅历，配不配合的实际的什么精进啊？10年的徒儿的想法，配不配合的什么中心的什么理念啊？10年的徒儿的诚心，配不配合的忠孝仁爱？先不要问我各位。老师为什么讲这段话题把它选出来？因为老师看我这些徒儿走了10年，并没有精进。走了10年都是口号，走了10年了都是白做功的，所以老师来提醒什么？来提醒我们，好，再往前走好不好？再往下走，修道不是一味的在考虑我要承担什么责任才是，修道不是一味的在选择我要在什么环境修才是，修道不是一味的在计较我要跟哪位领导修才什么才是的。等一下到这个就好了。所以我的老师讲过一句话，不是谁跟谁合不合的，记得了，跟你的贤多什么配合，不要只是讲我跟他合，我跟你不合。每道场只有2个字，哪2个字？配合。念一次，道场只有2个字，哪2个字？配合。按口语就是你在讲，我跟他不合，我跟他好，我跟他合，我跟他不合，我跟他合。所以中国是有2个字的啊，叫如意跟不如意。什么叫做如意？什么叫做不如意？如意就是合你心的都如意，不合你心的都不如意。今天我配合你，你是我最如意的人；有一天我不配合你，说我最不配合的你是不如意的人，有没有这样话？所以如意不如意是跟心的关系而已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不要永远计较跟哪位学好不好？跟着道场2个字，哪2个字？配合。修道不要选择环境，内地来的。道心再举一只手，内地来的再举一手，内地来的再举一只手。
我们在澳门开班，丰田是我们在澳门开班。我这里有个叫做，也是我的肇庆从哪里来？从哈尔滨来，有叫哈尔滨。有没有从哈尔滨到澳门上课？人家从哈尔滨到澳门上课坐几天的火车？坐慢车坐几天的火车？一个月来一趟澳门坐几天的火车？啊？不是，那都是现在，那是过去，不是现在。那个时候是坐几天的火车，他可是坐几天，他边上车边下车，一路沿路叫卖，把家乡的农产品放在火车上慢慢卖，有没有？这10年来，他一共要坐多少火车？他平均一趟是5月6天。从哈尔滨的周末边界，这样一路到了广州，广州进到珠海，珠海进到哪里？进到澳门，有没有？5月6天，但是再回去又是5月6天，他有选择他的环境。我从哈尔滨来澳门干什么呢？他来澳门干什么呢？他每1个月人家来一趟就是5月6天的火车，他回去再买一些澳门的产品在车上卖，他就是拿这点生活费，一个农夫去到哈尔滨可以开那么多的工厂，在哈尔滨扎根，有选择环境的条件嘛。一个修快工的人，任何环境只要有个种子，你就会发芽。当你不是那个种子，再好你都不会成长。这句话你说有没有道理？你是不是种子？这种子要发芽，要发芽有个选择环境的条件。为什么在新加坡人家做环境啊？我们的工厂就比较环境比较差一点。为什么？我们在澳门就一样的，澳门跟新加坡一样小，人家新加坡就比较自由，澳门就比较狭小，你比这个就糟糕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台湾自由，我们在那边就比较不自由？你讲这个就完蛋了，这生产上的问题。一个道德人没有选择环境的条件。为什么我们很多同学吃的环境不好，偏偏去哪里开到莫名其妙的地方，这么离谱？你像新加坡人去常住尼泊尔，1年看看，去1个月还简单，去住1年看看。为什么我们看到人类住1年、住2年、住3年、住5年、住10年，他就是不一样？为什么？我们的发音在前些是我们说明在一起的。各位学员，或者用个举例来讲，你看你们都在人道了，人家到圣贤道了，你再好还是人道了，你好什么好？人家到了哪一道？圣贤。你现在回家做哪一道？那你要开道啊，圣贤道，不开道还有圣贤道，躺着就有啊，躺着就有。如果躺着就有，我们今天就不用这么。光要我们想讲一下我，站着讲就有了，还要拼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成道了。真的，我们在道场里面不要选择。你要当干部只有2个字，哪2个字？配合。当干部要领导我的后学，记得你要做好2个字，哪2个字？配合。我再往下走啊。说到不是一味的在八卦、合作、性格合乎、作风合乎、相处合乎。老师讲的2句话，要怎么样？配合。再往下，对，这个都是你的错，再往上回去。八卦、性格、作风、相处，这不是我们今天在一起的人吗？不是就这样子吗？所以一个领导者、一个负责人不可以有这些东西，知不知道？再往下来啊。除了超单一方到的时候，有个忽略配合什么大体，在前动的时候，有个忽略自己自身的什么带动，要不要带动？要不要带动？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？看我这问题很严肃哦，来看我看很简单哦。我们刚才不是讲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叫做什么？开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开道要做生意来什么？办道。那请问你要怎么开道？你要怎么开道？同学们，有最简单的方法，马上就可以成功，愿不愿意？愿不愿意？你不要怕回答就是你害怕。你不是要开道吗？在会议室要不要开道？要不要开道？这边开道讲一句话，引申什么？带动。怎么样开道？很简单，不是带动，
希望最后看我一个人身兼公共活动，不是带动了吗？对不对？没有声音。哎，最后一节节，50个人2个人开一间就好，马上人间多25间公共活动。你这个才叫做开大，才叫做什么？哎，你不能够只叫人家做自己不做的。现在的候选人会讲，我们做自己，会叫我们做自己做不做，不叫我们做自己不做。你先做给人家看，做给人家，你在这里放大，你在教什么，他就跟着你。你不能够自己不够，叫人家做，人家不跟你，对不对？开大了，2个人开一间公共活动，不了1个人开一间。哎，1个人开店不是你1个人呢。我说你真的忽略，你比较愿意开活动，你要不要找男主？要不要副男主？你是领导呢，你当领导负责人呢，所以你就配合上面，其他人就配合你，你这是上下中的桥梁，天顶天地地的桥梁。上有前显，也就是我们的前显嘛，你配合前显嘛？但是你现在自己当一个活动，你是不是前显？你有没有男主副男主？有没有？有，或许要配合你。你为什么配合你？你要讲一句话，因为我配合前显，我配合道场。道场告诉我们，就是以大体为重，以道场为尊。道场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今天回到了台湾学习，有一句话叫做开道。办道就是要做好固本补偿，固本补偿的每一个人是开一间什么公共活动。你不会回去讲又不是叫你做，回去讲，人家帮着你，谁沾光？谁沾光？你们最沾光，还不会讲，谁最沾光？不要讲你们，要讲自己。谁最沾光？自己。按你的前嫌，我们的前嫌会去帮助你们组合，会不会？你只要跟你解释，我要正常哦。你要地方才叫做帮你组合，真的真的。显然这就是这个责任。你要正常一举手，他就会组合。我今天不还要再举手过，因为如果举不好就愿意过，对不对？人家那个科学在广庆讲课250干部250个，他们是5天的班。讲完老师介绍的，他们在有最讲老师，有什么样的人举手？哇，真的假的？搞不清楚，哇，全部举手了。老师说听懂吗？如果你愿意做这个，今天3年内开一个公共活动，3年内开一个公共活动，为师帮你们建这个愿力，老师亲自帮你们建愿力，全部250全部举手。哇，我想说学生全懂。你默默中已经有人帮你看着你了，不用举手，你们自己在表示说接受要收场。底层什么带动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会不会开大？会不会办大？要不要撤财？不然我来干什么？所以我会觉得你们是不是有去做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是表示诚心而已，还是真的没有去做？我要听1节课，听1个月的课，回去就是3年练习做一个工作，3年叫你马上回去来，根本没有报。3年内开个活动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就做给你们看，有没有问题？举手没有问题举手没有问题。女生作者好不好？来再往下10年的图文，等一下，还有上面3点，10年的图文，再往下一张。10年的你是新道出修道祷告的吗？10年的你是从修道后道的吗？10年的你是从脾气修道的有道气的吗？10年的你是从埋怨修道感恩的吗？后面时间快到了，简单练下去了。心道到老道，老道要能够做到。做到要能够有道气，有道气就要感恩，不要修到最后变成怎么样？还什么修不到，还做到都是脾气，还做到都是埋怨，这10年的道理就白走了，难修了，生
要的，好，再往下来，再往下，太继续好了，再往下看一个，再往下看一个，好吧？好吧？重发经验，然后我们再开个重发经验。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为今天，难免就会容易胆大什么壮。一个修道人如果不能够战战兢兢，到最后可能没有无法什么无解。你会觉得自己的想法、看法都非常独到，因此跟人家格格不入。你总认为自己的见解是对的，什么是独到？在老师看来是独到，很独啊。所以不要总是把自己认为是最好，听听大家的。所以老师大家两个字，哪两个字？配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接下来哈。一个人觉得在天空的这些虽然没人看不到，而你修到这边那里的报之灵童，他都知道。你心里的善念还是那里，你存的是真心还是虚假意，他都知道。你今天进了多少路，又换了多少路，他都帮你记得清，记得什么？清清楚楚。希望你虽然不可以敷衍，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要谨慎，这样子的别人看的地方我们更要小心。自己的什么行为，记得我们的报之灵童，那给你加一减一。我们的报之灵童，我们有没有加一减一？有没有啊？有。你到现在是加一还是减一？又加什么啊？加一。所以我们一生当中记得给自己的允许加一。你念4念5加5为1，加一。但是你不可能再加上去，偶尔减个1就可以了。所以5减1还有4，一辈子都是5跟1减1，偶尔啊。有时候真的会一不小心脾气就来，但真的偶尔业务速度还不够高，还不够透彻，所以一不小心啪就会出。对不对？心念心不对，报之灵童帮我们解决的，所以记得多加一，偶尔减个1，永远都是在8干，再往下走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人现在不是成佛就是什么成佛，这很重要。我说我们不是功贵是什么？我们不是功之所至，就是所，所以要见证什么恐惧。我们要学习的话，不要怕看哪一个人能保证有什么明天？进入状况了没有？哎，我们这个班进入状况了没有？进入状况要简单的教，你到台湾学什么？你不要说，人家支持对了，排好通知了，回来就是好好办到，没有重点。简单是告诉我们，这次回来有2个目的，一个叫做开放，一个要给你们好好办到。那怎么样开放？简单是说要开一个公共博览，你是我的产品。会不会啊？会不会讲？你听一个月学什么了？开了就学2个字了，内容很多。但是关键2个字，因为你没有来就是听不下去，所以我只能告诉你2个字：开了。办什么开？给你办到啊！因为你办到再好，就是你都是加1减1，永远是人上。所以我要让你纳入我的产品，一直修圣人道。讲清楚哦，简单的要讲很多很多，讲不清楚了很多。很多人跟我讲这个好不好？哇，太好了，好多了，连你都讲不清楚，人家怎么听得清楚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记者要赶快进入什么状况？有没有进入状况？我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？开了，给众生什么办到啊？接下来，你不要把修道放在自己看着我，希望你要把年纪看着我，有年纪看着我，希望你们最近都得到一些时间，继续说怎么样？硬相应，天子不少，不要再金曲国曲。希望你们从此开始这个好好把我努力，让你们学习就是安心，也让你们投入者的学习就是安心，更让你们在自己修道上的这个路上能够比较安稳的一点点的什么修。所以可见我们考验会很多啊，因为有考验，还有修道道走过人间一切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时间很多，所以留着你们慢慢看，好不好？来，第11个就好了，我们来看第11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看第11个哈，中间2个跳过哈，来看第11个啦。怎么办？修不好怎么办？来，我们看第11个，时间呢？主还是时进时退？给我念3个字，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时间的主还是半功半罪，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时间的主还是变色变大，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时间的主还是说是说非，怎么样？怎么办？
哎，我们接下来接下来，实验出来是神作水货，怎么看？实验出来是无所掌握，怎么样？怎么看？实验出来是没有把握，怎么样？怎么看？实验出来是意见执着，怎么样？怎么看？接下来哦。哎呀，这个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师怎么？怎么办？现在同学到哪里去干嘛？现在班是什么结果？因为我们没有怎么办，我们是怎样？